这到嘴的鸭子还能让你给飞了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放开我！把他放开！哼，一个臭保洁也敢管你魏爷的闲事儿，你也不打听打听南省混江龙的名号？混江龙，魏爷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物，欺负一姑娘家，多不合适！要不给他放了？你在教我做事儿？把这个老东西腿给我打断，让他在这儿跪到天亮，然后找我拿赏钱。哼！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我送你回去。云顶天国。记住，钱才是万恶之源。敢他妈教育老子！都他妈给我起来！臭家伙，给我弄死他！杀！天门集团总裁，拜见龙首。拜见龙首。龙首，海外8大分支掌权人皆已抵达大夏，还请龙首前去主持会议。开会的事明天再说，我还得给我儿子做饭呢。干爹，这个……哦，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，你先安排把他给送回去。对了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谁让你们拿武器的？都他妈给我放下！误会啊！混江龙魏爷，刚才不是挺威风吗？在你面前哪有这爷那爷的呀？不嫌弃的话，叫我小龙。小龙，我要真这么叫你，你等会儿又要让你的手下把我的腿打断，还要跪在这儿。不是，魏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眼瞎了，您饶了我吧！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！下次再为非作歹，可不只是这一顿打了。滚吧，滚吧！小龙，马上滚，马上滚！愣着干嘛？快滚啊！爸，喂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干爹，这是天文集团近1年的工作汇总。喂，儿子。哎，爸，我刚才在路边看到一个人，跟你背影很像。不可能，你肯定认错了。大晚上的，谁还在外面放人？你也别太晚了，早点回去啊。行，我准备把瑶瑶送回去。儿子，那个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挂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等会儿，爸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在相亲网站上帮您物色了一个阿姨，明天您就过去相亲。相亲？相亲？不是，哎，这臭小子简直糊弄。我看呀，少爷也是一片孝心。孝心？他能给我省点心，我就算烧高香了。干爹，您还打算隐瞒少爷到什么时候啊？万一生前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要把小浩培养成才。现在天门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，但这臭小子心性还不够成熟，他连身边人的嘴脸现在还认不清楚。再等等吧，以后再说。啊，对了，看，你这是干嘛？干爹，您明天去相亲，要是真看上一个老伴儿，不
不得送人家个礼物吗？这海洋之心啊，所有年龄段的女人都拒绝不了。你也跟着吓唬他？你马上去给我查一个人，大概40左右，是我们旗下酒店的保洁，快去。是，董事长。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请问您就是王艳吹女士？没错，是我。咱们就长话短说吧，要娶我的话呢，要准备99万的彩礼哦。你接着说。我儿子也快结婚了，你就给他买套别墅。至于车子嘛，也不用太贵，50、60万的代步车就好了。还有别的吗？我们女人呢，平时也爱做做医美，买包什么的。这样吧，你每个月给我2万块钱的零花钱，我就勉为其难的跟你在一起。怎么？难道有问题吗？哎，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出门以后左转，那边有个法华寺。去法华寺干什么？莫名其妙。法华寺里的许愿池，那王八许愿可准了。什么许愿？哎，老娘提的这些要求，难道不合理吗？是他。我就好奇了，你提这么多要求，那你自己是什么条件？我呢，就是全职主妇。我儿子可是星辉集团的销售主管，以后前途无可限量呢。要是娶了我呀，都能沾沾光。忘记问了，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收入多少？我啊，就一打杂的，月入嘛，3到4千。3、4千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叫花子都比你赚得多。这么大的男人，这么没出息，一个穷鬼还好意思出来相亲，浪费时间。董事长，查到昨晚救你的人了，他叫陈之行，今年45岁，家住幸福里小区，需不需要准备一份谢礼？不用了，我打算当面给他一份厚礼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？哎，我骂你怎么了？自己穷还不让别人说了？3、4千，给老娘买包都不够。大家过来看看啊！你看不上我，你大可以走，你干嘛羞辱人呢？羞辱你怎么了？一个穷酸老光棍，哪个女人能看得上你呀？谁说没有？你又是谁呀？你的相亲对象，我要。这样的一个穷酸老光棍，你还下得去嘴？你还真是恶呀！嘴巴放干净点，别逼我抽你！你当着我是厦大毕业的，你动我试试！你竟然敢打我！嘴巴再不干净，我还抽你！你完了！你可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他可是星辉集团销售主管，分分钟弄死你！星辉集团，好，我等着。喂，儿子，你妈让人欺负惨了，你快过来呀！哼！谁他妈活腻了，敢欺负我妈？儿子，就他俩，一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，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。美女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眼熟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我是谁！老子管他妈你是谁！欺负我妈！老子今天让你们一个都活不了！住手！以下犯上，袭击董事长方慧，你好大胆子！以下犯上，袭击董事长方慧，你好大胆子！董事长，王辉是吧？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星辉集团开除了，你立刻带着你妈滚出这里！不是董事长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带走！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。老陈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韩云熙，多谢你昨晚帮我解围。举手之劳，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，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打抱不平。老陈，你应该不会介意我把你的相亲搞坏了吧？如果你非要介意的话，那这个相亲对象我也不是不行。开什么玩笑？
老陈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就是一酒店的保洁，一个月就挣那么几千块钱，活脱脱一社会底层。我看中的是你的性格和人品，至于你收入多少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反正我已经这么有钱了。好，你有钱任性，但是你我之间这个年龄差距也太大了，终究是不合适。大叔有什么不好？年纪大点，更会疼人，这恰恰很合适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个儿子，20多了，你肯定是介意的。白送一个儿子，这不就是双喜临门吗？啊？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。那就跟我走吧。等会儿，去哪儿啊？当然是领证啊。领证？这也太突然了。老陈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可就是合法夫妻了。这发展速度虽然是快了点，咱也算是持证上岗了。想不到你还挺幽默的。哦，对了，有时间把孩子一起叫过来，咱们可以互相认识一下。行。还有新房的事，等我忙完了，咱们俩就去看看。这是要送给我的？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怎么会呢？那你帮我带上。我……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是他好看，还是我好看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干爹啊，这人都走远了，还看呢？说韩一熙是不是知道我身份了？这绝不可能，您的身份可是1等1的绝密。海外分支的那些人都到齐了。都到齐了，就等您了。哦，对了，干爹，昨晚那个混江龙卫平想在天门酒店摆一桌酒，专门向您赔罪。我哪有空搭理他呀？啊，董事长，您说要送他一份厚礼，怎么还把自己送出去了？你不懂，像老陈这种成熟稳重又有魅力的男人，上哪找去？你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对了，董事长，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陈之行儿子的未婚妻就在咱们集团任职，林梦瑶前不久才入职的，目前是行政部的实习生。实习生？通知人事部，给他升职加薪啊！就让他担任行政部总监。可是董事长，他就只是一个实习生，很难胜任这份工作的。这是我给我家老程送的第一份礼物，就算林梦瑶能力不足，也可以慢慢培养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老陈，是销售来了！没让你们等太久吧？在这等销售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瑶瑶，生日快乐！一朵有钱花送给你。谢谢销售。哎呀，这说起来，这次还真是多谢销售了。要不是销售出面啊，这天门酒店包厢可不是有钱就能订到的。你还不快点谢谢人家？谢谢销售。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跟我爸一句话就搞定了。谁让我有一个有钱的爸？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爸来了。真的吗？那一会儿我可要当面好好的谢谢肖伯伯。哎呀，还是销售厉害，本身就才华横溢，还有那么优越的家世。那可不，人家肖肖跟我们年龄差不多，现在啊已经是星辉集团的副总经理了。吃饭。过去1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，整体符合我的要求。有干爹这句话，再苦再累都值了。哦，对了，从今往后啊，天门加大慈善方面的投入，拿出公司5%的年收入，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。爸，
爸。程浩，你爸他……你爸是干什么的？各位贵宾，那个停车场就在那边，还请慢走。好，不用送了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这酒店的生意可火爆了，缺人手，现在在招日结服务员，300块钱一天呢。土老帽。行，爸，你别管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先生，把我们车停下。就我车？你是耳朵不好使吗？小心点儿，别剐了蹭了，你这辈子都赔不起。小群，别这样，别叫我爸呀。什么你爸我爸？你爸不是干这个的。哦，对了，要钱是吧？来，哼，行吗？够不够？行。爸，你这个钱真好赚。哎，待会儿调好车到我包厢来啊！服务员嘛，服务谁不是服务啊？我包厢正好缺个端茶倒水的，你来。你有完没完呢？你爸不是服务员吗？当服务员还要脸吗？哎，儿子，别冲动，没事的。感谢各位亲友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未婚夫陈浩，为我举办了这么隆重的 party。瑶瑶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哎，赵总监，哦，瑶瑶找你呢，赵总监。喂，赵总监，请问找我什么事啊？雷女士，恭喜你升职了，集团正式任命你为行政总监，年薪200万。什么？让我做行政总监？稍后会有人把任命书送过去。对了，董事长还让我转达一句话，他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谈生分。瑶瑶，太好了，瑶瑶，你要发达了。是啊，你以后就是高管了，年薪200万，200万呢！瑶瑶，恭喜你啊，一夜成为星辉集团总监，可见韩总对你多器重，连我都得羡慕。以后有些人呢，都配不上你了。星辉集团，这是云溪的公司，直接给一个总监，云溪也是够大方的。你让我缓缓，让我缓缓，这个消息太突然了。瑶瑶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不太对啊。你看你才刚入职没多久，还就是个实习生，怎么可能一下捧到那么高的职位上去？哎，姓陈的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按照你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家瑶瑶配不上这个职位了？该不会是你嫉妒，见不得别人好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是瑶瑶未婚夫，她升职加薪，我比她都还开心呢，我怎么可能嫉妒她呀？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她有点古怪嘛。你够了，陈浩，这件事情是赵总监亲自通知的，难道还能圆假不成？还是说你真的觉得我能力不行？你真的觉得我能力不行？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瑶瑶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我不是……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。这有些人啊，明明就是自己没本事，还偏偏见不得别人好，真是够扫兴。看瑶瑶飞黄腾达了，某些月入几千块钱的穷逼呀，这就产生了那个什么危机感。瑶瑶，别管某些扫兴的人了，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这样吧，来点攒劲的节目，好好庆祝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个谁，过来一下。干什么呢？叫你呢叫。我？废话，过来。来。你们这些底层的体力劳动者，是不是特能喝呀？来，给我们表演一下，给瑶瑶，给大家伙助助兴啊！怎么样？喝酒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凭什么让我爸喝酒？你拿我爸当什么人了？他，你以为呢？他就是来服务我们的，不然以他这种身份，有什么资格待在这儿啊？儿子，算了。瑶瑶，别让他胡闹了。胡闹？我倒是觉得萧少的这个提议
蛮不错的呀。瑶瑶，怎么连你也……我又没说让他白喝，他敬瑶瑶一杯，我就给他1000块。如果他全部喝完，这些都是他的。敬什么酒？我爸可是瑶瑶的长辈，怎么能让一个长辈给晚辈敬酒呢？瑶瑶，你说我即将升任集团总监，让他给我敬几杯酒，怎么了？瑶瑶，陈叔叔也算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在这我就问你一句，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陈叔叔给你这个晚辈敬酒啊？陈叔叔，您赚钱呢也不容易，难得萧少这么大方。至于这敬酒，他不过就是走个形式啊。对呀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我这可都是好酒啊，大好几文一瓶呢。要不是瑶瑶生日，你这种土老帽一辈子都喝不到这种酒啊！啊！喂，老陈，我这边忙完了，一起吃午饭吧。啊，我这……哦，还有家长呢。哎，他可没空搭理你啊。我们正等着他给梦瑶敬酒呢。梦瑶敬酒，简直荒唐！哪有公公给儿媳妇敬酒的？喂，什么儿媳妇？你这个老女人，你不要乱说！我可不会嫁给陈浩。哼！哎，他敬梦瑶一杯，我就给他1000块。你不是他写好的吗？有福同享。要不你也一块过来给瑶瑶敬酒？赚钱嘛，不寒碜。好，很好，我这就过去。老女人，竟然敢叫我老女人，还让我过去给她敬酒。听这声音，好像是咱们集团人事部的萧群。萧群，林梦瑶，好啊你们！带上我们准备好的礼物，咱们这就出发。是。你的相好就要来找你了，开心吗？那要是待会儿真来了，你们呀就笑不出来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的相好他还挺厉害，我倒想看看是哪位大妈会看上你这种无能又窝囊的废物。啊，还有你陈浩，听见了吗？刚才梦瑶说了，她不会嫁给你。林梦瑶，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？你非要让我说的这么直白吗？陈浩，你看看你现在，你有哪一点配得上我呀？就因为你现在升了职，你是要把我甩掉了是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是，我确实是变了。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我得到了董事长认可，我成了集团总监。而你呢？你没变，你还是这么碌碌无为，你一事无成。陈浩，我们分手吧。太好了，瑶瑶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种月入几千块钱的穷鬼，他压根就配不上你。今日之后，瑶瑶将一飞冲天。陈浩，你这种废物呢，连他的一个脚趾都比不上。哼！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？老东西，你还有脸插话？我告诉你，陈浩之所以被瞧不起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正是因为你这种无用的爹，才会生出一个无用的废儿子。萧少说的对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，不要欺负我爹。陈浩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跟我齐头并进、共享尊荣的伴侣，而不是一个像你一样一个月只能赚几千块钱的废物。齐头共进，共尊荣。林梦瑶，你真以为你现在这个总监的职是靠你的能力的？董事长好。萧群、林梦瑶，我很好奇，你们是否能承受得住我这个老女人的怒火？你真的以为你现在这个总监的职务是靠你的能力的？我能当上集团总监，我不是靠我自己，难不成还是靠你吗？靠谁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即将失去这一切。莫名其妙的。儿子，有时候看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未必是坏事。爸，你说的没错，都怪我眼盲心瞎，我才没有看出这个人的真面目。现在认清也不晚。林梦瑶，我真的是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给我儿子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儿子，你要记住，一个男人要真正的成熟，这一关必须要过。哟，你还教育儿子？
月薪3000的人教出来的还是月薪3000的，废物教出来的儿子还是废物。爸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咱们走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还没给我这个总监敬酒，你就想走？你走得了吗？你们几个人未免有点欺人太甚。我就欺负你们怎么了？谁叫你们一老一少，全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啊！今天就换我们撂这了，这酒喝不完，你们谁也别想迈出这里半步。瑶瑶让你们喝，你们就喝，别逼我敲碎你们牙齿，强行灌进去。行。爸，这杯酒我来喝。哎，儿子，你想喝这个酒，爸就陪你喝。你记住了，一时的挫败不算什么，别太在意。爸，都怪我没能力保护你。没什么，来吧，干！有时抢着吃啊，真是两条听话的好狗。这些钱，本少赏你们了。儿子，记住他们的笑点，现在他们笑得有多狂，待会儿他们就哭得有多惨。你还想让我们哭？凭什么？凭你这张嘴吗？就是，这有些人呢，他就喜欢装腔作势。萧少，快好好教训教训他，收拾他。老头，你很喜欢装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装个够。来人！把这老头的嘴给我抽肿了，把牙打碎了。不光如此，我还要以星辉集团的名义彻底封杀他们。以后在云城，无论谁见了他们，都给我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！上！我看谁敢！啊！以星辉集团的名义，萧全，你是在找死吗？啊！以星辉集团的名义，萧全，你是在找死吗？董事长怎么来了？要是让董事长误以为我们在肇事欺人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董事长，您看他那样，我不想听你的废话。董事长，您听我解释呀，是这对父子恬不知耻，故意在生宴捣乱，所以我才语言过激了一点啊。萧全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待会跟你算账。情况好像不太对呀。今天我过来是为了给一位初次见面的家人送上一份礼物。念吧。天宫别墅一套，限量版玛莎拉蒂1辆，百达翡丽手表1块，5000万现金支票1张。初次见面的家人。哦，瑶瑶，赵总监打电话可亲自说了，董事长他把你当一家人了。稍后会有人把任命书送过去。对了，董事长还让我转达一句话，他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太生分。瑶瑶，你从一个实习生一跃成了集团的总监，董事长还亲自送了这么大一份礼，这是要把你当成接班人培养啊！瑶瑶，你发达了，就这些东西加起来，怎么要大几千万呢？等车主来了，快去！我何德何能啊！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些东西不是给瑶瑶的？陈先生，还请收下。啊，这些东西给我的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董事长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您才刚让我上任总监，我才是您最看重的人。那个陈浩，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呀！不光是这些礼物，这个总监的位置你也不配。小浩，初次见面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随便准备了点礼物。这些礼物你还满意吗？
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些礼物呀？小陈，你还没跟他说吗？啊，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吗？董事长，您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很好奇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老女人。什么？就是你们口中的老女人。什么？爸，他怎么回事啊？老陈，是时候该跟孩子解释清楚了。啊，小浩还不打招呼，这是你韩姨。韩姨，小浩嘴真甜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以后相处熟悉了，你可以改口叫我一声妈。爸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惊一乍的，你不是一直让我找老伴儿吗？对啊，我这不是找着了吗？你找到老伴儿，星辉集团董事长。我究竟都干了什么蠢事啊？你爸这人格魅力怎么找你韩姨怎么很奇怪吗？我也很庆幸能够遇到像老陈这样的男人。云溪，但是你送的那些礼太重了，还是收回去吧。这只是一点见面礼而已。你忘了我们约法3章了吗？我还是想听听小浩的意愿。这样，儿子，收与不收，这决定权交给你了。韩姨，你的好意我心里，但是我现在还年轻，我手脚健全，相比您馈赠的，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这一切。那我就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瑶瑶，你要是没跟陈浩分手，该有多好啊！到时候你可就是韩总的儿媳妇儿，说不定将来还能执掌那么大的星辉集团呢。是啊，这么一场破天的富贵，就让我给亲手葬送了。哎，瑶瑶，你千万不要轻言放弃。陈浩他那么喜欢你，说不定你们还有机会复合呢。可是，我都那么对他，可是个屁呀！这面子才值几个钱，机会呢是靠自己争取的。你想想，百达翡丽、玛莎拉蒂呀，快去啊！陈浩，你要干嘛？陈浩，我忽然觉得我们这5年的感情，我们的陪伴，还有我们这5年的朝夕相处，不应该这么草率就结束了。你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陈浩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答应我，你不要跟我分开，好不好？这只舔狗果然很好拿捏，陈浩啊陈浩，这次你害我丢了面子，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奉还。林牧阳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陈浩你，我花了5年的时间都没把你的心捂热，一招得势立刻把我踢开，还当众羞辱我爸，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我明明已经这么真诚的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我？到底想怎么样？比起你现在这样惺惺作态，我更喜欢你之前那桀骜不驯的嘴脸。陈浩，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就和好吧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。和好就算了，我还真高攀不起你林大总监。陈浩，非要毁了我吗？分明是你自己作茧自缚啊！说的没错，果然没让爸失望。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在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？世上好姑娘多了去了。你说谁是歪脖子树啊？说的就是你。既然小浩没有原谅你，那我就正式下达通知，林梦瑶，你被星辉集团开除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，萧曲，你也开除了。韩云熙，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份工作吗？小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有我。萧少，莫非还有其他的倚仗？我的倚仗就是我背后的萧家。就在近日，我萧家与一位来自天门集团的大人物有了紧密的联系，而我的父亲也凭此晋升，一跃成为天门集团云城分部的负责人。什么？萧少居然有如此的背景，
为何之前还屈身于星辉集团？昔日我萧家示威，尚需借星辉集团之势，但是现在不需要了。攀上天门集团，我萧家在南省的崛起之路已然势不可挡。瑶瑶，区星辉集团没什么好留恋的，只要你想，我的一句话就能让你进入天门集团。那可是传说中的天门呐，资产10几万亿，他手下的产业更是遍布全球。星辉集团他再强，你也只能在这南省逞强。比起天门集团这样的资本巨鳄，你可真是差太远了。切，萧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当然不会骗你。还请萧少帮我出了这口恶气，好好教训一下这对吃软饭的废物父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老女人，她3番5次的打我的巴掌，人家要她加班奉还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我刚刚联系了一位道上的大人物，等他一到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吃不了，兜着走。萧群，无论你找谁来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哦，是吗？那如果是暗夜修罗玉蛟龙呢？什么？玉蛟龙？玉蛟龙？萧少，你说的玉蛟龙，该不会是南省混江龙魏延最倚仗的得力干将吧？萧少，你竟然能请来这样的大人物！玉蛟龙大人曾经欠我一个人情，他承诺我在南省遇到任何麻烦，他都能帮我摆平，不然可没那么容易请到。玉蛟龙，老陈，小豪，这下麻烦了，这下麻烦了。玉蛟龙很厉害吗？老陈，岂止是厉害？传闻之中，混江龙之所以在南省混迹10几年，他手下的玉蛟龙功不可没。可虽是名女性，却以凶悍著称。这些年栽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。哼，萧少，这玉蛟龙的名头果然响亮。你看把他们几个给吓的。哎，你们2个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不要连累到我爸跟韩宇。哼，你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你刚才想什么去了？你刚才羞辱我的时候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管这叫羞辱？可明明是你们有错在先。瑶瑶，别跟他们废话。过不了一会儿，玉蛟龙他们就到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会体会到什么叫残忍。萧少，这次真是多谢你了。真要谢的话，你懂的。你们真以为搬过来一个玉蛟龙就可以胜券在握？不然呢？真是好笑！难道玉蛟龙还收拾不了你们几个？别说是玉蛟龙，就算是他老大混江龙，在我这也不敢放死。老陈，这话不乱说。我看谁这么大的口气！玉蛟龙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这次请您出手帮忙，回头我一定好好摆一桌酒宴答谢你。萧少，还好你让我来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胆敢冒犯我家大佬的狂妄之徒。老东西，你可真是自寻死路了，那种大逆不道的话你都敢说得出口。玉蛟龙，还请您出手惩治此人，以捍卫魏爷的威严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胆敢冒犯我家大佬，南省没人能保得了你，10条命也不够你赔。还有这俩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顺手的事儿。云溪，现在的情况你也看见了，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。这件事情本身和你没什么关系，要不先走，这样也许能够全身而退。老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韩姨，我爸说的没错。你们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儿子，我怎么能弃你们不顾？今天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哟，好感人呀！韩云溪，你不过就是一个生意人，你拿什么跟玉蛟龙这种级别的大佬斗啊？你还保护他们2个，你现在啊，自身都难保了。玉蛟龙，只要你不为难他们父子，任何代价，我韩云溪愿意一力承担。云溪，韩云溪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求饶啊？星辉集团的韩总，没错，是我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只要我能满足。如果是别的事儿，也许我还能卖韩总一个面子，但这次绝对不可能。什么？
其一，我欠萧少一个人情；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此人大逆不道，胆敢蔑视魏业，这条他就罪无可恕。玉蛟龙大人，他只是无心之举，我愿意出钱，多少都行。钱？韩总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魏爷是我生平最敬仰之人，我若是不加以惩戒，就这么轻飘飘的放过他，你叫我今后还如何面对魏爷？雨熙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可是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来这儿有通知过魏平？你还敢直呼魏爷名讳，找死！哎，你先别急着动手，回答我的问题，魏平是否知情？哈哈哈哈！笑死人了！处理你这个老废物，还需要向魏爷请示？我建议啊，最好还是通知一下魏平，避免酿成大祸，甚至会连累到他。玉蛟龙大人，您别提醒他的鬼话，他这样就是在拖延时间。魏爷日理万机，哪有精力管这些小事儿啊？如果魏爷知道你这里发生的事儿，恐怕你会死得更惨。是吗？那我倒要问问他，有没有这个胆子，更要问问他，怎么教育属下人做事。让魏平过来一趟，限时3分钟，逾时不到，混江龙难审除名。厉害！陈总，您就让我见见龙首大人，让小的当面给他赔个罪啊！想见龙首？哼，做梦！是，我知道。龙首答应见你。什么？龙首吩咐，限时3分钟。若是你逾期未至，南沈将再无混江龙之礼。3分钟？哼！大伙听听，真是荒谬！他居然还要把魏爷叫来。等他来了，是否荒谬不言而喻。还在这玩虚张声势的把戏呢，陈志雄，你不会以为我们相信你真能把魏爷给叫来吧？如果他能把魏爷叫来，我直播吃屎1斤。哼，老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可能请得动混江龙？要是他真来了，我就更麻烦了。昨晚你为了救我，已经得罪过他1次了。放心吧，相信我会没事。不是你这叫我怎么相信？我闹够了没有？胆敢冒犯魏爷，还如此戏耍我，你真当我玉蛟龙是吃素的？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再等一等。等？我可等不了一点，我现在就想弄死你这个老东西！小李，把集团的保安部赶紧调过来。是。玉蛟龙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允许你动老陈一根汗毛。想动我爸？问问我这个当儿子的答不答应？那好，我就让你们3个共赴黄泉。今天必须死！想让我死的人多了去了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大佬竟然真的来了！老陈，魏爷，龙首大人想是不想暴露身份？老陈，你……魏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难道您真是被他叫来的？去你的！被他叫来？我是那种随便被叫来的人吗？下次说话过个脑子！是，魏爷，晚辈说话不过脑子，还请您见谅。还好他不是被陈志新叫来的。魏爷，这点小事属下可以处理好，不劳您大驾。我，你管这叫小事儿？都他妈差点害死宝子了！你说你招惹谁不好，偏偏招惹了龙首大人。属下不懂，
属下只是在行分内之事，不知魏爷为何会如此震怒。对，魏爷，我们都可以作证的。这个叫陈世行的人三番两次的藐视您，还扬言说把您叫来。玉娇龙大人实在是看不过，所以才出手想捍卫您的威严呢。老陈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没事。陈先生，我手下行事鲁莽，他得罪了您，请您谅解，马上关他禁闭，关到您满意为止。你啊，是该好好管教管教你的手下。大佬，我闭嘴！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们江湖人应该守江湖人的规矩，道义当先，怎么能恃强凌弱，欺负弱小呢？还有，以后再让我知道你打着我的名号出去胡作非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是。还有你们，拿着管制刀具，伤人怎么办？赶紧带着他们一起给我滚，回去面壁思过。滚！滚！撤！董事长，还需不需要？让他们都候着我。是。韩总，昨天晚上发生点不愉快的事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一时糊涂，我现在郑重跟您道歉。你在跟我道歉？米西，他呀是应该向你道歉的。啊，对，陈先生说的对呀，对不起。那好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魏爷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韩云熙就是个商人，而这个陈之行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你赶紧收拾他们呀！收拾他们呀！吃软饭你收拾！校长，你没事吧？有点儿。魏爷，你怎么敌我不分呢？好歹我爸也是请您吃过饭的，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你。魏爷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忌惮什么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陈浩他们父子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绝无半点背景啊！绝无半点背景。再让他们插嘴一个字儿，我当场把你给废了。魏爷，我跟你，魏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给陈先生道歉。我给一个吃软饭的废物道歉，不可能！不可能是吧？住手！救我！小伯伯，你快救救小少吧！魏爷跟发了疯一样要殴打小少，还要他跟别人道歉。我不想，我看到了。文平，你什么意思？爸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快要被他打死了。小文平，来得正好啊！你这个儿子实在太过分了，回去好好教训教训，要不然以后吃大亏。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自己会教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苏文混江楼行事霸道，怎么欺负到我萧家头上了？爸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！我打的是为他好，不然指不定要捅出多大篓子。为他？你看你都把他打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怎么有脸说得出口啊你？你这个逆死不知死活，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，我要不拦着点儿，恐怕你萧云亭都得受他们牵连。不该招惹的人？当然是，陈志行陈先生。能让魏平这么重视，他究竟是哪来的？这位陈先生，不知道犬子如何得罪你了？你儿子用心险恶，只因别人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就要置他于死地，你真应该好好管教管教，不然真的就太晚了。老爸，您别对他这么客气，他就是一个临时工，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小伯伯，我可以作证，小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对他们家知根知底，确实就是普通人。没错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听到了吗，魏平？你就为了这样一个普通人，让我儿子当众下跪？今天你不给我个交代，这事没完！这脑子没救了，你爱咋想咋想，我仁至义尽了。待会儿啊，你们别后悔就行。今日之事全因萧琼胡作非为，萧总，您作为天问集团高层，想必应该是明事理的，您看能不能？
海洋之心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海洋之心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啊！海洋之心？什么海洋之心啊？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没错，这海洋之心正是我们天门集团花2.5亿美金在苏富比拍卖到的宝物，一直由陈璎珞总裁执掌，准备献给龙首大人。肖总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当初总裁重金拍下此宝的时候，我曾亲眼目睹，有几回看错？你快告诉我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这是老陈送我的。献给龙首的海洋之心，又怎么会在陈之行手里？陈之行，你是怎么得到海洋之心的？这个就是一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，也是别人随便送过的。小玩意儿？一个价值2.5亿美金的东西被你说成小玩意儿，我真受不了。陈之行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装啊？啊！陈之行，你是说是别人送给你的？那个人是谁？你该不会是说是陈璎珞总裁亲自送给你的吧？你猜对了。爸，他只是一个临时工，这种垃圾怎么可能跟总裁搭上关系？至于这海洋之心，我看80%是他偷的。没错，肖伯伯，我跟他儿子交往了5年之久，他们家的底细我再清楚不过，从未听说他们认识什么大人物啊，所以这海洋之心肯定是他偷的。原来如此，这样想来便比较合理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偷到我天门集团头上！有些人呢，穷也就算了，如此的不知廉耻，居然行偷鸡摸狗之事，真是让人看不起。少在那血口喷人，我爸不会偷东西的。陈浩，还好我跟你分手分得早，要不然啊，我真要被你害惨了。偷到天门集团至宝，这个罪名可真不小啊！这回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韩总，您好歹也是星辉集团的董事长，这南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居然跟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来往，你不嫌丢人啊？我相信老陈的品行，他绝不会干这样的事，一定另有缘由。老陈，你还是解释一下吧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，就是别人送的。你还敢说是别人送给你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会是想说你就是传说中的龙首吧？哎，这也未尝没有可能。盗窃海洋之心，冒充天门龙首，陈之行，你好大胆子！在萧伯伯这位天门集团高层面前，你还敢冒充龙首？我看你是真的活腻了。龙首大人虽然行踪隐秘，已经多年不露面，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冒充的。你刚刚那番话，我尚且可以当作是你的无心之言，但这海洋之心，你要是解释不清楚来历的话，就别怪我对你施以严惩。啊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拿下！来人，我看谁敢！韩旭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希望你别难为老陈。他偷窃我天门至宝，我这是在秉公执法。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又怎么敢放着？海洋之心一定是偷来的。这还不够明显，韩一熙，你这是铁了心了要跟我天门作对吧？若天门集团是非不分，冤枉好人，作对又如何？为了这么一个废物跟天门集团作对，韩云熙，我看你不只是蠢，你是没脑子吧？萧少，你这个话可就说错了。他如果是个蠢货的话，又怎么能建立星辉集团啊？我看他8成是想男人想疯了吧？玉溪，他真的愿意为了我和天门分裂？老陈，我们是夫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更何况，我相信你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哎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能不能让我说几句点睛之笔啊？魏平，这儿有你什么事儿？我们的账还没算清呢。账还没算清楚，你说陈先生偷了你的海洋之心，有证据吗？这么明显的事情还要什么证据？你该不会是说我冤枉他了吧？冤不冤枉我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肯定知道真相。你是说陈璎珞总裁？没错。要不把陈总裁请来，让他定夺此事。啊，这多此一举了吧？
若是总裁过来看到我寻回海洋之心，必然要嘉奖一番，甚至因此提拔重用，带我去觐见龙首也不是没可能。这个萧云婷找我干嘛？总裁，我刚接到了消息，萧云婷与龙首发生了冲突，甚至要对龙首不利。什么？走，等着吧，一会儿陈云洛总裁到，所有人都插翅难逃。尤其是你韩一信，区新辉集团也敢跟我天门作对，你迟早会为了你的愚蠢决定悔恨终生。我绝不后悔。萧云婷，该悔恨终身的人应该是你。我劝你好好想想，待会璎珞来了以后，你该怎么收场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嘴硬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老东西，你竟然直呼总裁大人名讳，我看你简直不要命啊！哎，爸，要我说也别等，我早就想打断这老东西的膝盖，让他像狗一样的爬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世人才会明白冒犯我天门的下场。儿子，耐心等等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能够在总裁面前露露脸，总归是好的。至于他，下场只会比你说的更惨。陈知祥，还有你的姘头韩云熙，还有星辉集团，都将为你的愚蠢行为葬送，万劫不复。我看啊，陷入万劫不复的应该是你。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！哼，陈知行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背后撑腰的是天门集团，这个天下没人能动得了我们。唉，当初创立天门的初衷啊，是为了保护大夏的基业，不受国外黑心资本的侵蚀。但没想到你们父子俩顶着天门的名义，肆无忌惮，无法无天。今天就算璎珞不来，我也要叫你们二人除名，并且永世封杀。还封杀，还除名，老东西，你要不要这么搞笑啊？封锁所有出口，今天我要替天门清理门户。哎呀，总裁，您终于来了！触犯门规，罪该万死。总裁，属下请您过来，真的不是有意消遣，而是这里有无比重要的事情发生。那你说说看。这个叫陈知行的人，他偷走了海洋之心，属下正准备将他拿下，交给您和龙首大人发落。你说是他偷的？现在基本确定正是此人偷走了海洋之心。我偷没偷啊？你说了，总裁现在已经亲自到此，容不得你狡辩。更何况，有人可以作证。哦，在场的人谁可以证明？陈总裁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陈知行偷走了海洋之心。他这个人一向品行不端。对，我们也可以作证。还有我。总裁，这人胆大包天，藐视天门威严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。你们这是故意在往我爸身上泼脏水。陈总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，我爸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哎，儿子，你消消气，有些事情的真相，不是他们想歪曲就可以歪曲。陈总裁，我也相信老陈的人品，他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。还望您调查清楚，不要被这些人的话语蒙蔽。事情究竟如何，我自然清楚。对了，总裁，这个人不光偷走了海洋之心，刚才还口出狂言，说海洋之心是您亲自送给他的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可笑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就是我送给他的呢？什么？你来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来了就好。总裁都这么护着他。天门集团总裁亲自送上海洋之心，小少，你说他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位？如果他真的是那位，我们刚刚那么对他，那我死定了。小少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小少，快点想想办法呀！我上你大爷！我哪有办法？我也完蛋了。老陈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说出来可别吓到我们啊！爸，你不会真的是天门龙首吧？哎，你们都胡说些什么呀？
我怎么可能是天门龙首的大人？你不是龙首，那他送你的海洋之心怎么解释啊？那可是天门集团的总裁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思来想去，也只有龙首才有这样的待遇。对啊，我思来想去，也只有龙首才有这样的待遇。这个还是让他来解释吧。璎珞，要不你来说说看，当初为什么要给我海洋之心呢？搞了一大圈，原来干爹还是不想暴露身份，可我怎么帮他圆谎啊？事情是这样，这位先生呢是酒店服务员，我对他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，于是我就顺手将海洋之心打赏给他了。真是这样的吗？可我怎么听说天门集团重金拍下海洋之心，是专门为了敬献给龙首的？人家天门集团附庸四海，他们的资产有几万亿，怎么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海洋之心？他们根本看不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这龙首啊，确实看不上。还好他不是龙首，他就是走了狗屎运吧，竟然捡了这么大一个屁，白捡了一个海洋之心。龙首大人行踪神秘，又岂是咱们能够轻易见到的？萧云亭，我早已经接到举报，你私自挪用集团公款，中饱私囊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把他给我按住！陈总裁，听我解释，请听我解释，请听我解释。都散了吧！哎，小少，哎！陈一洛总裁，你还有什么事？对，是有点小事想请教您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韩总，你有话但说无妨，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一直听闻天门集团每隔10年都会在大厦举办天门招商大会，不知这是否属实？确有此事，再过3个月就是新一轮的招商大会。天门集团之所以举办招商大会，是为了遴选出在大厦最优质的企业，以便成为天门唯一的合作伙伴，还能提供最大限度的资源扶持。老陈，你连这都知道？哦，就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陈先生所说基本属实。哎，云溪，你也想参加招商大会啊？对，我的星辉集团这些年发展不断巨大，但我愈发感觉到发展遇到了瓶颈，只能偏安难省一隅。如果能得到天门集团的扶持，必能走出难省，成为大厦的龙头企业。韩总还真是野心勃勃，我也在此预祝你马到成功。不过，能否成为天门集团唯一合伙人，我做不了主，还是要龙首亲自定夺。我也就只是想想罢了，到时候竞争何其激烈，比星辉集团实力雄厚的企业不知凡几，我肯定没什么希望。韩总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比起他们，你拥有一个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优势。什么优势？陈一洛总裁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云溪，啊，我觉得吧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还有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别耽误人家太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陈总裁，那您先去忙吧，打扰了。好，那就招商大会再见。哦，对了，老陈，下午我刚物色了一处房产，正好就是我们新房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同居了？不然呢？都领证了，你别想反悔。啊，对，小浩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不去当电灯泡。那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怎么样？这里环境不错吧？确实不错。哎，这里的房子不便宜吧？钱不钱的倒无所谓，重要的是住的舒心。再说了，又没有让你花钱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你这么一说，倒显得我像是一个吃软饭的。好啦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怎么了？老陈，我手机好像落车里了。要不你先自己过去吧。咱们家住在1号别墅，顺这条道就能找到。对了，房卡给你。好。
那我先过去了。讨厌，来吧。陈之行，赵贵芬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了。不是你，不是，贝贝，他谁呀？老公，他就是呀，我那个20几年前的高中老同学陈之行。他呀，那可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好多小姑娘都偷摸暗恋他。不过听说呀，现在混得可不怎么样，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呢。贵芬儿，你是不是还因为当年向我表白被我拒绝了以后耿耿于怀啊？我去你的吧！我耿耿什么于怀呀？你要不提这茬，老娘早就忘了。当年真的瞎了眼了，我看上你。呸！在学校里风光算什么？这步入社会，还不是被打回原形了？啊！对了，陈之行，你来这儿干啥呀？哦，我呀，我说这小区的保安也太不像话了吧！这么高档的小区，怎么能让这种闲杂人等混进来呢？什么叫闲杂人等？我呀，就住在这儿，你住在这儿？嗯，你知道这小区里能住的那都是什么人吗？啊？什么人？这里可是天蓝云宫，是南省最顶级的别墅区，能住在这儿的那都是非富即贵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有资格住在这里吗？啊？这种事儿，我根本就没必要撒谎。哎呦呦，你没有必要撒谎。那就算是我跟我老公这么高端的人士，那也是奋斗了几10年，才在我们这个小区买下了一套位置最差的别墅。陈之行，你说你也住在这儿，那我倒是好了奇了，你那房子在哪儿呢？哦，就在前面，叫什么1号别墅。什么？我说你撒谎，能不能带点脑子啊？还1号别墅，这可是价值10亿的别墅区啊，6钱都买不到。就是，那得需要有通天的背景才行。听见了吗？我说陈之行，咱们老同学一场，你有必要在我面前装那个大尾巴狼吗？你非说你住这儿是吧？好啊，那你倒是带我们去看看你那个1号别墅，让我们长长眼呢。贵芬啊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住在哪儿是我的事儿，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向你们证明什么。哎呦，我看你是不敢吧？是啊，这有什么不敢？你们想看是不是？走走。哎呦，老公，他还挺自信的，咱们也跟上去，拆穿他的谎言。是这个方向，怎么还没看到？哎，小哥，请问1号别墅怎么走？直行100米。好，谢谢。老婆，你看见没有？他连1号别墅在哪儿他都不知道。我听到了，老公。我说陈之行，你可行了吧你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们啊，走着瞧。嘿，好你个陈之行，我待会儿看你怎么收场。走，老公，走。哎，崴的。我说你们俩无不无聊？我说陈之行，你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啊？这么能装，你不会以为你到了1号别墅门口，你就是这业主了吧？你真以为你能骗得了我？除非你把这门打开，证明你是1号别墅的业主。我如果真能证明，怎么说？嘿，你要是真能证明，老娘就跪在地上给你舔脚趾盖。你说的啊？对，就是老娘我说的。有本事你把这门打开呀你，证明你是业主啊！你把这门打开，我就给你舔。成功，欢迎主人回家。什么？
你怎么可能是这1号别墅业主呢？我如果不是业主，是怎么把门给打开呢？哎，贵妇，做人说话可得讲信用，我还等着你给我舔脚呢。我心脏。老婆，就算他把这门打开了，也不能证明你就是这儿的业主。你看他这身穿的，我估计啊，你就是人家雇的佣人。佣人？我说陈之行，你看看你这身穿戴，看看你这一脸的穷酸相，你怎么看也不像这1号别墅的业主啊！这下把你装的吓我一跳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？玩不起是吧？还要我怎么证明？陈之行，你不用证明什么了。今天下午就是咱们云城3中25周年同学聚会，就在朱雀酒店举行。你要真的有能耐、有本事，你让咱们这些老同学见识见识呗。像他这种社会最底层，就没必要通知了吧？去了，也是自取其辱。哎呀，老公，像他这种社会底层的人，他一年到头有几个见世面的机会，就让他蹭一下啊！走，回家吃牛排去。走吧，去。老陈啊，刚刚那是谁啊？啊，一个老同学，神经兮兮的，还说什么要去朱雀酒店办同学会。朱雀酒店啊，这还是我的产业啊，那你要不要过去一趟？哎，去凑那热闹干什么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我高中的时候还真有几个关系很好的老同学。既然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你就过去一趟。既然是同学聚会，应该能带家属吧？不如你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呀给你狠狠长脸。这倒不是不可以，咱就去蹭顿饭。行，那我们进去吧。走。你可算回来了，韩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瞧你这话说的，电话没人接，公司也没人，我要不在这守着，我上哪找你去？老陈，别紧张，这是我亲弟弟。我说姐，那个真行啊，不声不响的把证领了。老头子在国外差点被你气得心脏病并发。他们不是一直催着我要结婚吗？现在已经找着了，他倒还不乐意呢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他就是你找的老公？嗯，没错。你真是瞎了眼呢！你看他，起码得比你大个10岁吧，胡子拉碴，长这么磕碜，都能当你爹了，他哪配得上你啊？哎，小舅子，你这样侮辱人不太合适吧？小舅子，你这敢叫我小舅子？姐，你说你想找老公，他什么样都找不着啊？年轻学者、年轻企业家、教授学者、世家子弟，哪个不比他强啊？韩健，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可你是我姐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别人欺骗？哎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你到底给我姐灌了什么迷糊呢？韩健，别再胡闹了！到底谁在胡闹啊？咱们韩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，就连找个这么个东西结婚，那传出去还不被笑掉大牙呀？我才不管他们的看法呢！我现在啊，只想跟老陈好好的过日子。那是气死我了！小陈呐，你不就图我姐那点钱吗？这样，你说了说，500万还是1000万？拿着钱赶紧离开我姐！钱啊，我还真不在乎这个东西。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嗯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当然是给这老家伙一点教育，让他见见血。就凭他们这几个，想动我还不够格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奉劝你去，带着这些小虾小米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今天看在你姐的份上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姐，他一直都这么狂啊？韩健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他可是你姐夫。我呸！狗屁的姐夫！好，我知道尊重你。所有人听着点，把这个老东西给我下！我
敢动他？把这个老东西胳膊给我卸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姐，你怎么这么倔呀？不过你护着他没关系。今日老东西彻底把我惹怒了，我不打残他，我不姓韩。滚！韩剑，你放开我！云溪，放心，没事的，我可以应付。还在这住？等会儿，这片地方恐怕施展不开吧？有本事的话，出去练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随了你的心愿。你们听着，一会儿千万别手下留情，谁打得越狠，本少给的奖励越丰厚。老陈，别去危险！韩剑，姐，你就这么护着他？放开我，韩剑！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老陈都一把年纪了，万一有个好歹，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就为了这么个外人，不去跟自己的亲弟弟翻脸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他救过我。那又怎么样？姐，你想报恩，有的是法子，你给他点钱就完了，你何必把自己搭进去啊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快点去拦住他们，让他们上到老真行吗？你就这么想救他？小剑，请求你了，别让他们伤到老真行吗？我今天看在你面子上，我饶他一命。可是这几分钟过去，可能那老东西已经被打趴下了。姐，我带来的这些，那可都是精英的特种兵啊！姐，我带来的这些，那可都是精英的特种兵啊！就这也算是精英特种兵？老陈，啊，没伤到哪儿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我说你是不是被别人忽悠了？就这些人的水平，根本算不上精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做到的啊？怎么？你想说什么？哟，刚刚那股子嚣张劲儿去哪来着？算了，我看在你是云溪的弟弟的份上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赶紧走吧。姓陈的，今天是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走！老陈，看不出来嘛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不过以后可不许那么冲动了。你现在一把年纪可不是年轻人，万一伤筋动骨了怎么办？知道了，以后听你的。这衣服怎么破了？是不是刚打架的时候弄破的？你晚上还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呢。没事儿，缝一下就行。那怎么行？你可是我韩云熙的老公，可不能丢了面子。正好下午的时候给你买了几套，待会儿你都试试看，看看合不合身。真的？走吧。不愧是我韩云熙的男人，老陈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帅的时候呢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电话会议先取消掉吧，等我忙完再说。哎，雨欣，还是这事儿重要，开完会再去也没事儿。那好吧，我先让司机先送你过去，等我忙完了再跟你会合。大
大家好啊，同学们！哎呦嘿，桂芬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你们猜我今儿遇见谁了？谁啊？陈之行。是吗？就那个，你们有印象没？哎呀，他呀，当然记得，这都好多年没见他了。我听说啊，他好像混得还挺惨，也没个安稳的工作，这以后老了连个退休金都没有。当初多优秀的一个人呢，想不到混成这样。哎呦呦，人家哪有你混得好啊？流光水滑的，又来调侃我，哎呀！哎，你们说这多好面一人啊！明明就是给人打杂的，偏说自个儿是什么别墅业主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他。哎，那你们说他会不会也来参加同学聚会啊？你说呢？就他那种社会底层，那平时能来朱雀饭店吃饭吗？他今儿啊，肯定得来蹭这顿饭，没准还打包点呢。那可还真是便宜他。嗯。最新款的迈巴赫，哎呦喂，大几百万呐！也不知道云城的哪位大人物来了。陈之行，陈之行，辛苦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他很穷吗？我哪知道啊！各位老同学，好久不见了。小倩，小林，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一晃啊，20年过去了。陈哥，你这是发达了呀！这又是迈巴赫，又是高定西装的，瞧这面料，没个大几万拿不下来吧？哎呦，没有了。陈哥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在酒店当保洁吧？保洁啊！上次我退房的时候正好看见他，进去收拾房间。哎呀，当时怕他尴尬，就没敢认。酒店保洁？我啊，闲来无事会去兼职做一下保洁。这有些人呢，他就是会装啊！明明自个儿一穷二白，参加个同学会吧，还租了一个迈巴赫，还找人借了个高定西装，哟，还挺合身啊！要我说呀，你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？你不累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就是那个白天在1号别墅当保洁，是不是？陈哥，你说你花这个冤枉钱干嘛？大家都是老同学嘛，就算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也不会看不起你，不是？就是，搞得我们都势利眼一样。哎呦，你刚那出不就很势利吗？哟，陈哥！哎呀，好了，我看人也到齐了，我们呢，先进去吧。啊，走，走，我可不跟这个穷鬼玩。陈先生，这些人是来吃饭的？对，我有印象，他们好像提前订了一个普通包厢。那你快去安排一下，把他们的包厢升级成为最顶级的帝皇厅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哇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这好像也不太对啊。感谢诸位光临。嗯。这2瓶罗曼尼康帝是本店免费赠送，请诸位放心享用。罗曼尼康帝免费赠送？好家伙，这么大手笔！罗曼尼康帝这一瓶少说也大几万的吧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包厢是不是弄错了呀？确定是这里？没弄错，特意给你们升级成了帝皇厅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不打扰各位用餐了。哎，等等，不是。你们这又是送酒，又是升级包房的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集团总部的李特助吩咐的，说是你们其中有一位他的贵宾。我们？李特助，莫非是星辉集团的那位？是的。哦，跟小李说一下，心意我领了，以后别这么麻烦了。是。
你们都盯着我干什么？你们都盯着我干什么？陈哥，你竟然认识星辉集团的李特助？哦，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交集。一点小小的交集。我说陈之行，又被你给装到了是吧？你上哪儿认识人李特助去？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这一堆同学里呀，唯一一个能被人李特助奉为贵宾的，就属他林总了。同学们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林总家里啊，那好几个大厂呢，身家好几千万，现在还是那个星辉集团的供应商呢。你们要拍马屁的，可趁早啊！一点小买卖，不值钱，不值钱。那林总应该也知道李特助吧？这林总什么身份？肯定知道呀。那就没问题了。李特助肯定是冲着您的面子，才给咱们这么好的待遇呢。我就只是个小供应商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样子？先不管了。那还用说吗？我就是李特助嘛。我跟着星辉集团的董事长韩云熙，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呢。我就说嘛，那就难怪了。我说同学们，咱们今儿个这回可是沾了咱林总的光了，不像某些人，明明功劳不是他的，还硬往那儿凑，你也不嫌丢人呢你。陈哥，你还是像以前那么好面子，但是在我们自己人面前倒也无所谓。是在外人面前，那丢人可丢大了啊！这宝洁就是爱装。对，来吧，各位老同学，我们难得相聚，我提议大家干一杯啊！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你说，这罗曼尼康帝就是好喝，难怪这么贵。这一晃啊，20年过去了。大家还能重新聚在一块，我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想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多么的无忧无虑，那时候的人际关系不像现在这样比较的纯粹。是啊，在上了年纪以后，是越来越喜欢回忆过去了。你说到这个，我还真想起了一些我们读书时候的趣事。玉芬儿，你还记不记得上体课的时候，你突然来大姨妈？大姨妈？我，看什么你？我们那会儿生理卫生知识都还没普及呢，大家都不了解。看他裤子流血了，我这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桂芬儿，你怎么流血呀？然后我立马把我的外套脱下来给他围上，他是不尴尬了，我的外套可就遭殃了呀。我呢可是班尼路花了很多压岁钱买的，当时可把我心疼坏了。我说陈之行，你有病是吧？那么多年的陈芝麻烂谷事儿，你说他干什么呀？还有小林，你读书的时候，个头矮矮的，小小的，还瘦瘦的，戴了副眼镜，还不爱跟别人说话，呆头呆脑的。哎呦，林总，呆头呆脑的。这谁说的？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校外有一群小混混，天天来找你要钱，敲诈你，你不给钱，他们就暴打你一顿。我看了忍不了啊，怎么打这么狠？我联合学校班级里的男生，和我一起跟他们在学校外约了一场。可惜了，我被学校处分了。不过好在从此以后学校就清净了，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了。姓陈的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在点我？我点你什么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多少年前的破事，你拿出来说什么？我承认那时候你是帮了我，但你也没必要专门讲出来吧？他这个呀，就是挟恩图报。林总，他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不是我呀，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图开心。你就别装了，你不就是看着人老林混好了，比你强了，想让人拉你一把吗？还在拐弯抹角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呀，同学们？是啊。姓陈的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帮你？老林，你们工厂是不是缺一开大门的？我觉得陈之行他就挺合适的呀。也行啊。保安这个工作总比你这个保洁稳定多了。别说老同学老不念旧情啊，姓陈的，明天你就到我这儿去上班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好个屁呀！你就别坚持了。这个保安的工作虽然也不怎么光彩，但怎么都比保洁稳定。
你就去上班了，回头再找个婆娘。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了，婆娘我已经有了，今天刚领的证。领证了？谁能看上你呀？瞎呀！你该不会是找了个带娃的寡妇吧？别乱说！哎，我看他呀，也就只能找到那种寡妇了。这可要让你们失望了，还真不是寡妇。不是寡妇啊？那今天咱同学会，你怎么没把她带过来呀？让咱大伙儿瞧瞧。啊，本来就是要来的嘛，看临时单位有事，说要去主持一个什么重要会议，所以今天可能来不了。嘿呦，这吹的！还重要的会议，这说的跟多大领导似的。陈志行，你不吹你乐呀？你就把实话说出来，你就是找了个寡妇。咱同学这么多年，谁能笑你啊？是不是？真是就是。哎，小莲，我那婆娘你应该认识，我也认识。谁呀？星辉集团的董事长韩云熙啊。星辉集团的董事长韩云熙啊。什么？哎呦，姓陈的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星辉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看你啊，连见人家的资格都没有吧？哎呀，不说陈之行，你就喝了那么一点点，怎么跟个醉猫似的？什么大话你都敢说呀？陈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星辉集团可是南省龙头企业，人家这么高的社会地位，可不是咱们能碰得上。你呀，还是现实点啊。哎，要我说呀，你要是能娶着那个韩云熙，哎，我还是那个天门龙首呢。来，敬天门龙首。哎，你们不信啊？算了，我也懒得跟你们解释。哎，行了，你呀就别嘴硬了。自从你进来呢，就一次一次的说，我们呢作为你的老同学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而是你不知好歹啊。就是，早知道他这样，就不该让他来，耽误大家伙吃饭的好心情，是不是啊，同学们？是。哎呀，姓陈的，我刚才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明天你就到厂子里来上班，包吃包住，我1个月给你开4000块。董事长，老陈在哪？快带我过去。这边。这虽说呢，我这个厂子里啊有一条藏獒，看着挺凶的，也能看大门。不过陈哥你啊，身手这么强，总比那狗好用吧？啊！对了，还有，把你那个婆娘也带上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我呢，再给你多开2000啊！你说够了没有？怎么不乐意啊？心疼你那婆娘，不想让她跟你遭罪？我就算混得再差，也不需要靠别人施舍。收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吧！别说老同学不照顾你，我再给你加1000。今天晚上你就带着你的婆娘去厂里给我看大门。听说有人想让我去看大门。听说有人想让我去看大门。韩总。老陈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像这种不讲情义、充满铜臭和吹捧的同学聚会啊，你不来也罢。韩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跟陈哥的关系，他不都告诉你了吗？我就是他陈之行的婆娘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韩总，您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在你叫他去看大门的时候，我就在门口吃，可真是精彩。韩总，那都是开玩笑的，不能当真的。让我们2口子去给你看大门，林先生，你好大的能耐啊！我倒觉得看大门这活儿挺悠闲的，要不咱俩答应他？哎呦，陈哥，你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哪有那个胆子？让我给您2位看大门还差不多。本来看在你是老陈同学的份上，我或许还能关照你，现在看来，似乎没这个必要。韩总，我错了，您就饶我一次吧。现在不光关照没了，以后你的工厂也将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。什么？也将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。什么？完了，全都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大厨，我们走吧。小李，欺负我韩云熙的男人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是。来人！
老陈，你怎么情绪有点低落呀？曾经关系那么好的同学，现在一个一个都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只是有些感慨。好了，你就别想太多了。姐，原来你在这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那个，这是呢啊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我今天来，我不是找你麻烦的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姐，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天门集团的那个招商大会啊？当然，能让星辉集团一步登天的机会，我可不会错过。那这事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呀，打算给你介绍一位天门集团的大人物。云溪，都这么晚了，要不你别去了。老陈，你不懂，这件事对我很重要，也不知道韩剑推荐的那个人靠不靠谱，能不能帮到我？据我所知啊，招商大会最终拍板的是龙首，这个大人物再大，他能大得过龙首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想要去试一试。老陈，你先在车里等我。注意安全。喂，璎珞。姐，你快点！你怎么又在这样的地方？你说的这个大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？姐，你进去就知道了。来，秦少，来了，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天门集团理事长之子秦风，秦大少。理事长之子。二位，请坐。姐，坐。一直听闻龙首和天门集团总裁，不知这理事长……姐，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那纵观整个天门，自然是龙首最大，在那龙首之下呢，分别是总裁和理事长。说的没错，更确切的说，天门并非只是一家公司，它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组织。总裁陈璎珞主管商业，而我父亲则是管理着组织内部的事务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。原来如此，那招商会议室，这个我可以帮忙，不敢保证成功，但是可以让你的星辉集团增加几分胜算。那太好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一定不会让秦少白帮忙的。答谢就不必了，我也不缺什么，只当是交个朋友。哎，姐，人家秦少愿意帮这么大的忙，你喝口酒有什么呀？那就预祝我们马到成功。好，马到成功。哎呀，一直听闻星辉集团董事长是个绝色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传闻不虚啊。秦少，今天有些太晚了，改天再约您出来，谢谢。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，你怎么了？这酒有问题。你们谁啊？秦少，好雅兴啊！恭祝秦少拿下一位美人，我云城一朵金花就要被秦少摘了。你们不是已经……都怪陈之行和陈璎珞两个贱人，害我失去了一切，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多亏秦少提携，才免除此难。没错，我们现在都是秦少的人了。秦少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韩剑，你真是个蠢货！堂堂秦少会和你这个一无是处的纨绔交朋友吗？秦少看上的是你的姐！你说什么？怎么这么久了还不出来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谁让你生得这么诱人呢？秦风，你敢动我姐一下，我跟你没完！是吗？是吗？不是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
也敢对老子大呼小叫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光要动你姐，我还要让你眼睁睁看着老子是怎么玩弄她的！不要！放开我！姐夫，我求求你放开我姐！姐夫，有本事就冲我来！好啊！海西，今晚过后，你就是老子的女人了。有老公，你就是个禽兽！老公，你该不会说是今天跟你领证的那个老男人吧？哦，他应该还没碰过你吧？这么说，应该还是一手的吧？你放开我！我弄死你！放开我！把脏手给我拿开！把脏手给我拿开！老陈，我外面这么多保镖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外面几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怎么挡得住我？你作为天门的人，还敢肆意妄为，不怕天门的家法？家法？老东西，你怕是不知道吧？秦少是天门理事长之子，放眼整个天门，谁敢动他？实话告诉你们，就算是总裁陈璎珞，他想动老子，都得再三斟酌。那若是龙首呢？你说什么？龙首？龙首可没有时间管你这些小事。我告诉你，你也识相点，别来破坏老子的好事。你不能动我，我可是理事长之子。你给我等着！我操！少晨，姐夫，这些都是你打的，你啥时候教我一下呗？别废话，赶紧跟上！太帅了！允熙，你好些没有？要不要喝点水？我感觉好热，像有蚂蚁在爬。哎呀，都怪秦风那个混蛋，他一定是给我姐下药了。那个，姐夫，这事只能靠你了。靠我？我还是先扶他回房间去吧。哎，好，好。来。回房间好啊。老陈，雨熙，雨熙，你等我一会儿。雨熙，我身体好热，受不了了。醒了，要不要吃点早餐？老陈，昨晚我们都已经是正式夫妻了，还害羞呢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还是有点可惜啊。我想抱天门大腿的机会，彻底破灭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想想啊，秦风已经被咱们彻底得罪了，肯定会使绊子。本来希望就不大，现在是彻底没指望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哎，我建议你啊，照常参加招商大会，到时候我给你个惊喜。啊？小李，
我们的资金都到位了吗？董事长，能动用的资金全部调集过来了，总共500亿。就算是500亿，也很难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。不是，那姐，那我们还过来干啥？是老陈。啊？他还没有过来吗？哟，你们也来了。秦风。哟，你们也来了。秦风。我看是来自取其辱吧。哈哈哈！呸！星辉集团虽然实力不弱，但能来此的都是大下500强企业，估计在验资这一关，韩总就会输得一败涂地吧。结果如何，还犹未可知。还嘴硬？不是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招商会的胜出者已经八九不离十了，是我秦家扶持的一家公司。我看未必。老陈，是你？我说怎么老是有你啊？你一个社会最底层来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还租套衣服？我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次的胜出者必定是星辉集团。你说什么？星辉集团？他们靠什么赢？靠你这张嘴吗？还真是大言不惭，连秦少这种手眼通天的人物都不敢轻易断言哪一家能赢。你个臭打杂的，还敢大言不惭？我今天就大言不惭。你们问我靠什么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靠的就是我。大家都听到没有？啊？老陈，你为何这样说？是啊，姐夫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相信我。那行，既然你说你能让星辉集团赢，那你倒是证明给大家看看呢。就先从验资这关吧。我秦家扶持的这家公司，如今现金流充裕，这账面上还趴着900亿，随便变卖点资产都能赚1000亿。什么？实力竟然如此雄厚！老陈，这下彻底没希望了，我只能勉强筹集到500亿。听到没有？这就是差距，可不是你什么3言2语就能摆平的。但如果我说靠这个，这什么破烂东西？这是天门黑卡？什么天门黑卡？啊！传说中发行不到5张，每张可以动用万亿额度的天门黑卡。老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靠这个够不够？你怎么会有天门黑卡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验资这一关我赢了。现在说赢还为时尚早吧？谁知道你手里这张天门黑卡是不是真的？来人，把 POS 机拿来！我告诉你，要是让我发现你造假，等会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当前余额1万亿张。1万亿！1万亿！怎么可能？这卡竟然是真的！老陈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？云溪，这个重要吗？当初我是个穷光蛋的时候，你都不嫌弃，现在我有钱了，难道你会嫌弃了？这话说的倒也是。等等，光验资通过还不够吧？你怕是忘了招商会胜出者得要由龙首亲自指定才算，这还不简单？进来吧。拜见龙首。好，龙首，龙首，我姐夫是龙首。老陈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爸，您藏的可够深的呀！您让我过了20多年的苦日子啊！各位，今天我正式宣布，星辉集团
成为我天门的永久合作伙伴。星辉集团，成为我天门的永久合作伙伴，享受顶级资源扶持，注资1万亿。至于这3位人渣，璎珞，给我从严处理，断不得让他们影响我们天门的声誉。是，带走。龙少，龙少，其实我对宝剑这块还是有研究的。龙少，我的求婚礼物，你还满意吗？求婚？咱们不都已经领证了吗？这不是还没办婚礼吗？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，我想正式向你提出求婚。韩玉溪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小浩，爸之所以隐瞒你，是因为不想让你成为纨绔子弟。不过好在你没有让爸失望，今后还要多向璎珞学习学习，早日接过爸爸的担子，也好让我和你云溪阿姨早点退休。爸，放心吧，没有问题。云溪，我们回家吧。